你那么一在你咋不？错误认识不？误读认识不？一干的吃瓜告诉不得，阿里比别是阿里比谁个是你？明年去嘛瓜去掉了，阿里比活路掉了，别嘛呢？我干的咖喱，我干的告诉你，处理么我，处理什么我，处理什么我no把地的没活嘞，我no的活呢，处理什个我，处理别是去生命抓喽，在25多人数爱米，我干的是告诉你，父母我，什么我比。处理比别是可是苗喽，处理比爱米是怕意思呢，阿里别是一干的是瓜告诉不得，去掉了别呢，你是吃土阿妈，马蹄土吃出土，吃里这边吃一只瓜，我干的告诉你，之前你留的马出出，我干的干那干喽，我得告诉你，一直的你做那干喽，一年是那干喽比别是你就这里比一干的告诉不得，去喽。明年光嘛5多人数比是怕耶稣耶马修嘞户马瓦嘞户，古里边爱米是怕耶稣耶，一干呢告诉不呢，之前你留的马嘎嘎，之前你留的罗皮斯呢，之前一年嘛啥嘛的也嘛瓜比，第次提把什么么嘛的呢，一年无可可大喽，明年光嘛错误人数不里比，不是个我比一嘛呗，一里个嘛呢，明年去嘛光呢，你嘛啥了嘛么我。木瓜怪怪爱米，第次提把什么么我比，是怕耶稣里无可可大喽。过年是怕耶稣耶，明年错误人数不比，马须须比一里入的可掉喽。若年不是个所干的告诉一年了，是怕耶稣干嘛？第次提把什么的告诉一年了，别嘛的都叫你嘞。你若阿这说是怕耶稣一可可的那是之前你留的路个是你。无啥你留的出去来比，阿这是的谁可不让我。